大家好，又係我蔡永傑律師。上一期咧，我係分享咗一啲關於商品説明條例嘅其中一啲罪行。今集咧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普遍嘅案件咧，都係關於虛假商品説明嘅。好多時我哋發覺呢啲案件咧都係由誤會產生，或者甚至乎有人整蠱嘅。主要嘅抗辯理由係乜呢？即係話你嗰個所謂聲稱係假嘅商品説明、虛假嘅商品説明，點證明係唔係虛假嘅呢？當然啦，呢個呢就係你需要依賴一啲化驗所嘅報告啦。咁好多時冇可能每一件貨品每一個描述你都去揾化驗室㗎嘛。咁所以咧好多時咧係需要供應商提供嘅資料啦。你依賴供應商提供嘅資料而作出呢啲商品説明嘅，佢錯咗就唔關你事，因為你冇理由懷疑佢嗰啲係錯嘅。咁所以以致引申到咧好多大型嘅連鎖店啊、百貨公司啊、超級市場咧，佢哋會有一套機制咧，就係每一個供應商都會提供佢一張保證書，保證佢哋嘅商品説明係真實，唔係虛假嘅，以去令到啲商家，尤其是零售商，去避免觸犯呢個虛假商品説明嘅相關罪行嘅。咁當然啦，遇到任何事情，海關嚟接觸你哋去進行調查嘅時候，我會建議大家第一時間就揾律師去幫手啦。律師會幫你哋去解釋，以信件嘅形式最好就係咁。我哋海關就可能會唔提出起訴，將件案件取消佢嘅。多謝各位。